早就想要来拜望姑娘，只是公务繁忙，所以如果听人讲姑娘唔肯轻易见人，才会一直唔敢猛然前来。少爷，你严重了。文娘只不过是一个青楼女子，怎敢如此公务？少爷，你要见我，唔知有啥物款的指教吼？因为姑娘的芳名，甲在下，甲在下这位亲情真同款，所以想要请问姑娘是毋是益州的人？是啊。真拄好，我嘛是益州的人。姑娘，益州有一位柳大爹柳仲春，你敢捌哩？伊哪会知影阮阿爹的名？对啊，伊姓萧，而且是益州的人。敢讲伊就是我细汉曾经订过亲的未婚夫。柳姑娘，这个人你敢捌哩？我唔捌。安尼讲，只是共姓而已。少爷，你是咧讲啥物？不，来，姑娘，我敬你一杯。请。请。这个小姐来三通同好，多谢。唉，也真无欠，也无爱买淡薄仔受咧，是也真歹势。公主，你哪着遮尔啊客气？其实，人根本就无要爱你啥物礼物。那呢，你是我爱你对我讲一句真心话。真心话？公主。个好姻缘，自古公主心就醉，问君可晓小风飞？相梦爱暗赞归，满怀心事靠难归。姑娘，你的心意我真感动，也毋过我袂晓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心早就已经你爱的是文宁，而且你使我太失望。你既然甲对我无情，就莫怪我对你无义。连太郎，这是误会啦，这是小波头啦，这是误会啦。严大娘，这个姑娘是什么人？伊是万花楼的歌姬啊。素红姑娘是一个真好的姑娘。若毋是我及时赶到，
这个公主早就已经死了。小波头，因这两个哦，上爱安尼动刀动剑，毋捌一工哦无咧互相练剑。哪知影讲今仔日偏偏去互你撞着，毋才引起这个误会。你是讲因一个比武？就是啊，啊无你若毋相信，你应该问看卖呢嘛。小波头，阮互相常常是伫咧比试，伊是存心伫要试我的反应如何，并毋是真心伫要向我下手啊，小波头。想袂到，煞来引起就你的误会咯。哦，我甲你讲过无，这都是误会，无毋对嘛。啊，倒好咯好咯，咱拢家己的人嘛，啊若误会讲开就煞。来，我请你来去静听皇帝，请。刀剑无眼，以后你爱小心哦。大龙啊，咱误会就解开啊。当个伫公主吼，若袂记你心肝内，啊你何必着哭咧？哎。